手中呢，在一般的音乐会里面呢是极少出现的，好，那么他们用手中的这些，各位可以看到前面的这些呢，哈，那么可以演奏出各式各样的曲目，等一下各位可以好好的这个欣赏。那在音乐会之前呢，我想先请蔡牧师呢，来带领我们大家做一个这个会前的祷告。我们所有的社区的朋友，还有我们当中的牧长弟兄姐妹，我们当中的所有的朋友，大家平安。很高兴我代表我们的荣光堂来接待大家，在我们这个会堂里面来欣赏这个音乐会。相信我们当中都有很多人对音乐是相当的喜欢跟喜好。圣经里面讲说，哈利路亚就是要赞美上帝，用诗歌、用唱、用乐器来赞美上帝，这是很美好的事情。所以愿上帝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在这里享受，也让我们一起在这里能够体会这样的一个机会，让我们用乐器、用各样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赞美我们的上帝。我们一起来低头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为今天早上我们在这里看到我们的神父手中团的演出，我们要向你献上感恩。谢谢你，让我们所有的一切尽都顺利，所有的程序安排都合乎你的喜悦，也祝福我们所有的器械器具都能够很好的运作。祝福我们今天早上我们服侍的同工，还有我们自己台湾的手中的表演，也都能够一切蒙恩。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，带领我们在你的里面恩典当中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好，谢谢蔡牧师。那么我们现在呢，就开始进入我们今天音乐会的这个程序。各位手中都有这一张吗？有没有？都有哈。那么你可以看到这一面，我们今天会按照这个次序哈，看到这一面，会按照这个次序走。好，那这个我不多耽误时间，我现在就先把这个时间呢，开始交到这个荣光堂喜乐手中团。大家平安，谢谢大家这么早来到这里来听我们的演奏。我被排在第一个节目，我实在觉得非常的惶恐，因为我们这么棒的世界级的手中团要在这里表演哈。那我相信在座各位真的是非常的有耳福，因为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手中的团体。那我先介绍一下我今天要表演的2首曲目。第一首我们叫做《圣母颂》。那这2首曲子呢，都是在描述一位女性。好，就第一个《圣母颂》，其实它的背景是描述在一个历经战火，就是国家有发生战乱的一个国家，然后这个公主呢，她逃难到了一个湖边，她在那里很虔诚的向神祈祷，可以怜悯众生，让他们免于这些战乱的苦难。所以你们大概可以看到一个很敬虔的、很圣洁的一个画面。好，那第2首呢，就是很对比的另外一个女性，是叫做卡门。我相信很多人都知道这个女性，她是一个非常美丽、非常美艳，然后敢爱敢恨的一个吉普赛女郎。那在这首曲子里面，她其实本来是用唱歌的哈，她唱的就是说爱情就像小鸟一样，它是飞来飞去，你是捉摸不定的。那你想要它的时候，你是抓不到。可是当这个爱情找上你的时候，你就会栽在他的手里。好，所以这是2个非常相反、非常对比的2位女性。那我们现在就来欣赏这2首曲子。
好，下一个节目呢是一个二重奏。那这2位是我们喜乐手中团的团员。那因为他们现在需要准备一下，所以呢，我就做一下广告好了。因为顺便宣传一下我们那个喜乐手中团。那我不晓得这场是第一次看到手中表演的，可以举手一下吗？哦，蛮多的耶。那如果你们觉得很有兴趣的话，因为这个乐器真的是一个非常有趣又很好听的一个乐器。那如果你们觉得哇，很想学学看，很想接触一下，那我们楼下1楼的地方可以报名。我们在星期6的下午有一个手中团的团练。这样子，那它是开设在制服学院，所以你们可以，如果你真的很想尝试看看的话，你们可以在1楼的地方报名。好，那这个二重奏呢，这是今天是他们的那个处女演出，因为这是他们第一次尝试练习二重奏，所以对他们来说，他们是非常的紧张，因为他们第一次，他们之前都是像这样一整团的。好，那这一次是他们第一次。所以他们很紧张，所以等一下要请各位那个掌声一定要大一点，而且持久一点，这样子哈。那他们也一样要表演2首曲目，第一首翻成中文叫做《天亮了》，第2首呢是一首非常轻快热情的一个墨西哥的歌谣。那我们一起来欣赏。